再来看新竹关西山区是，互人发现有人来偷倒用建废弃物，上无是有400-500立方公尺。这警方是追查一个偷盗的集团，目前已经掌握8台偷载废弃物的拖车的车牌，发现因拢是对桃园、罗南来到新竹偷盗，目前已经深入的追查。 原地应该是美丽的山区，新竹县关西镇的山坡地，所客人拼真侪建筑废弃物，而且偷盗挖400-500立方公尺。看不过到现场了解了后，初步虽然讲无发现有毒物质，但过废弃物已经破坏环境，目前跟警方合作，要来掠出偷盗的凶手。有去现场稽查，那当下因为已经有被丢了一些那个废弃物的状况，7月15号的凌晨，有在被偷盗的这个情形。 那主要都是那个建筑类的废弃物，所以目前这一案是持续在做这个刑事的侦办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已经掌握上无8台偷运废弃物的拖车车号，发现因拢是对桃园、罗南来新竹偷盗的，后续会通知地主甲拖车司机到案说明，厘清废弃物来源。经初步检视，已违反《废弃物清理法》第46条，得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。 本分局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，已锁定涉案车辆，并持续追查中。看不过指出，这偷盗业者拢是利用3更半暝、较无人的时阵来偷盗，而且倒煞就走，要抓着人无遐尼简单。看不过讲未来请警方加强巡逻，避免偷盗的情况搁再发生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